多谢原因，讲到小琉球透早出名的早餐店的，真侪人咧排咧，讲排偌长，有几百公尺。想要食一个早顿，可能要排几点钟。业者透早人就起床啊，半暝差不多2点半的时就起来传啊。其实呢，头一天假日的时，岛上都14000多人。啊，今日是逐工码头，依然有真侪大人囡仔要去佚佗。啊，若困定大街呢，同款是人吵。一透早想要食早顿，也得爱先付出淡薄体力来排队，因为队伍已经长到唔知影尾溜伫倒位。我们在网上看到这里好像很出名，对。排很久，你们会愿意排吗？都可以啊，因为很出名嘛。我们就是当地人推荐，然后每次来都吃这边。国内外游客大家拢总来排队，队伍有600公尺长，至少要排半小时至1小时以上，排队人潮差不多将近快200公尺。这一等1点钟应该是走袂去，原来消费者买袂到，业者为半暝啊2点半就开始来备料，手拢唔敢停。这么在品相内底，这一味变成是大家一定爱点的餐点。琉球粿伫咧羊店内底增加切，等甲外皮变甲露脆，就是出店的时阵。高日节连甲小琉球满拢是人，严格东港码头这边也是有游客欢喜，但未去耍。候船室内底满的大人囡仔来到坐船的所在，人甲车拢爱排队才会当上船。因为昨天人太多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出发应该是刚刚好。民宿看不好订吗？我们提前半年订。今天听说是爆满我们民宿很难订我们提很早就订。没有，我们是临时的，所以可能大概3周前才订而已。9点多的时候也是有人潮，对，那时候是尖峰期。全公司嘛加排人力，施工的假期第一天就有14000多人订到，再加上今仔日甲明仔游客估计人数可能会创下上悬的纪录。肯定大家游客嘛是A点，连甲这一批人潮嘛，互当地业者可以当看到钱条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